这是铁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庄马。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祝贺2022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尊者出席心智与生命对话活动；司政边巴次仁率领藏人行政中央代表团访问德国和比利时。藏人行政中央悼念印度前国防部长逝世。教育部长塔兰卓玛在法国出席西藏儿童援助组织成立40周年庆典，驻北美华人联络官与华人学者探讨西藏议题。驻台湾办事处秘书长出席台湾第111届国庆酒会。驻澳洲代表伽马森格会见澳大利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联合主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位于挪威的诺贝尔评审委员会于10月7号宣布，将2022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白俄罗斯被监禁的人权活动家阿莱斯·比亚利亚斯基，2021年被俄罗斯当局强制关闭的民间社会组织纪念馆，以及乌克兰的公民自由中心。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于上周六10月8号发表声明，向上述获奖的个人和团体表达祝贺。尊者在声明中指出，诺贝尔评审委员会通过承认他们的贡献，明确地认可了民间团体在促进和平、自由和民主等人类基本价值观方面的重要性。达赖喇嘛尊者希望诺贝尔和平奖能够激励所有人，提醒所有人通过对话和人性化处理问题，并使各方找到快乐和互利的解决方案。此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三10月12号在印北达兰萨拉的勤宫出席了由美国心智与生命研究所主办的第35届心智与生命对话活动。达赖喇嘛尊者在对话活动上致辞时强调，慈悲和利他之心是实现内心平静、加强内在力量和自信的来源。大约有180名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参加了为期2天的对话活动，其中101名与会者是心智与生命研究所的成员。其余与会者是参加美国埃默里大学科学课程的藏人僧尼，以及来自藏医力算学院、西藏图书与文献资料馆科学系的学生，以及来自南印度各大寺院的僧众。此外，司政边巴次仁于上周日10月9号开始率领藏人行政中央代表团前往德国和比利时进行了访问。期间会见德国议会议员、政府官员和支持西藏团体的成员。司政边巴次仁率领的代表团成员包括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诺增卓玛女士、财政部临时秘书长丹增列珠、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色达次成、宫阙亚胚、欧朱多杰、索朗诺布和次仁央金。在抵达德国慕尼黑后，藏人行政中央代表团会见了巴伐利亚州议会副主席、前文化和信息部长沃尔冈夫·霍比舍博士，随后与慕尼黑藏人社区的成员进行了会谈。当天下午，代表团前往德国首都柏林进行访问，并在晚间与德国最大的自由青年组织自由民主党的青年派代表会晤。10月10号上午，代表团会见了德国脑脉基金会的首席执行官安妮特·维特女士和该基金会的成员、德国议会议员瓦伦丁·亚伯先生和他的助理安德烈·莱曼先生。当天下午，代表团与德国联邦议会人权和人道主义援助小组发言人彼得·海德特先生和专注于亚洲和中国的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德国议会支持西藏小组的联合主席弗兰克·穆勒·罗森特里特先生举行座谈会。
主要讨论和介绍了当前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以及包括中国政府在西藏各地创办的殖民式寄宿学校制度、大规模的基因采集运动和滥用清零政策镇压藏人。会议还重点讨论了在德国联邦议会中制定有关西藏的法案，并采取具体行动改变欧盟对中国的立场。在对柏林进行访问的第二天，10月11号上午，代表团会见了德国联邦议会议员麦克布兰德先生和克劳斯·彼得威尔斯先生，随后拜会了台湾驻德国代表处代表谢志伟博士、佳节加工仁波切。本周三10月12号上午，司政边巴次仁拜访了德国黑森州议会主席、国会议员阿斯特利德沃尔曼女士，并受邀见证了黑森州议会的议会程序，以及与议会主席和相关政要进行了座谈。下午，司政会见了德国黑森州前州长、达赖喇嘛尊者的老朋友罗兰科赫先生。在结束对德国的访问前，代表团成员还参访了法兰克福市议会和西藏之家。司政边巴次仁在西藏之家向与会各界人士发表了西藏丰富的文化、繁荣的未来为题的演讲。最后，代表团参访了法兰克福歌德中学，并与该校的学生进行了互动。与此同时，印度前国防部部长穆拉亚姆辛格亚达夫因病于本周一10月10号离世，享年82岁。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和代理司政安全部部长加日庄玛女士在闻讯后相续致函逝者家属，表达慰问和悼念。议长堪波索南丹培和代理司政加日庄玛女士在致给逝者儿子阿西列什亚达夫的调研信中，感谢和赞扬了逝者生前对西藏自由事业的坚定支持。此外，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部长塔兰卓玛女士作为特邀嘉宾，于上周六10月8号与前部长杰尊白马女士、丹巴次仁先生和西藏儿童村学校管理委员会主席索兰斯阙先生一起，在法国巴黎参加了西藏儿童援助组织成立40周年庆典。西藏儿童援助组织是法国最大和最古老的慈善组织之一，长期以来一直在资助印度、尼泊尔和不丹境内藏人社区的教育等发展项目。在访问法国和比利时期间，塔兰卓玛部长还访问了两国的周末藏语学校，称赞教职人员和家长为藏人儿童提供的平台和机会。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华人事务联络官次成嘉措先生于上周三10月5号在驻北美办事处与总部位于美国的中国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共同组织了一场座谈会，深入讨论了如何加强双方合作和制定未来藏汉交流的方向。驻北美代表郎杰屈珠博士在会议上重申了由达赖喇嘛尊者提倡、藏人行政中央秉持的中间道路政策，同时向与会者介绍了藏人行政中央在国际层面上持续推动西藏自由运动，以此对抗北京的系统性压迫政策等议题。此外，代表还呼吁公民力量继续支持藏汉人民之间建立联系的工作。与此同时，驻北美华人事务联络官次成嘉措先生通过网络参加了由美国光传媒和欧洲之声联合举办的“中国未来展望：习近平与20大”为题的高端论坛。此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秘书长明鸠玉珍女士于本周一10月10号应邀出席了台湾政府在台北宾馆举办的第111届台湾国庆酒会。台湾总统蔡英文女士、副总统赖清德先生、外交部长吴兆贤先生和帛琉总统惠恕仁以及各国驻台代表及政要也出席了酒会。秘书长明鸠玉珍女士在活动上向台湾政府和人民表达了感谢和祝贺。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代表伽马森格先生于本周二10月11号
拜会了澳大利亚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联合主席苏珊·丹普尔麦女士，并在经过商议后决定将于下月在议会大厦中举行澳大利亚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年度会议。在此前一天，代表伽马森戈先生还参访了澳大利亚西南威尔州市蓝山地区的藏人社区，并向当地藏人民众发表了讲话。他还感谢蓝山市议会长期以来对西藏人民的支持，以及自2019年起，在每年的3月10号西藏自由抗暴日当天，在议会厅外举办升起西藏国旗仪式。各位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